各位開幕典禮嘅嘉賓、業界朋友、媒體朋友同埋嚟逛展覽嘅朋友，大家好。今日咧，我因為身喺韓國處理公務，冇辦法親身出席香港秋季旅遊博覽2025嘅開幕典禮。我相信現場嘅氣氛咧，一定係非常之熱鬧。嚟逛展覽嘅朋友咧，一定係已經準備好一顆探索世界嘅心，亦都會帶住嚟幫襯旅遊產品嘅熱情。過去一年，香港旅遊業嘅發展令人鼓舞。今年頭8個月，我哋接待咗超過3300萬名旅客，按年增長12%。單係計8月份，我哋已經接待咗大概515萬名嘅旅客，按年增加16%。我十分有信心，今年全年嘅訪港旅客人次可以達到4900萬嘅目標。呢個成績嘅背後，反映出業界同仁嘅辛勤付出，全球旅客對香港嘅喜愛同信任，以及香港作為國際旅遊樞紐嘅獨特魅力。近年，旅客嘅出行習慣同埋喜好起咗多方面嘅變化。香港作為國際都會同埋旅遊樞紐，必須積極擁抱市場嘅變化，持續提升傳統優勢，同時奮發創新，精益求精。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去年底公布嘅香港旅遊業發展藍圖2.0，提出4大旅遊業長遠發展策略，致力強化香港嘅傳統旅遊優勢，銳意發掘新嘅旅遊資源，重點推動文化、體育、生態、盛事加旅遊呢4個大方向，拉動不同產業共同推動本港旅遊業發展，鞏固香港作為國際旅遊樞紐嘅地位。旅遊資源嘅價值往往需要通過市場營銷嚟推薦俾消費者。呢一次香港秋季旅遊博覽會2025匯聚咗旅行社、航空公司、酒店等超過300個展位，為旅客提供一站式嘅平台，了解不同種類旅遊業產品，並且係即場消費。我相信，不論係本地市民，以至大灣區嚟逛展覽嘅朋友，都可以從會場裏面搜羅到心儀嘅旅遊產品。我亦都藉住呢個機會，為在座嘅旅遊業界朋友打打氣，鼓勵大家做好服務，不斷發揮創意，提升品質。最後，我衷心祝願香港秋季旅遊博覽會2025圓滿成功，香港旅遊業展翅高飛，大家身體健康。多謝大家。